자, 담아드려야 아주 그 군수 스페베 부가초를 무치야당 겹지케는 무치 남분이 소르큐베 캐롭게베 신년당 긴준두바 가서 용래야 공감사회기 섬주시와 샵지도長林縣先至冷鏡嘅。咁首先就係波卡仁波車同埋堪布東油寧波車為主嘅所有堪布，仲有所有嘅珍重門啦，同埋今次參與今次喺法會嘅所有珍重門啦，同埋喺網絡上邊喺度觀看同埋聽法嘅所有法友們啦。首先就向大家問候各位大家好。今日呢，就好似尋日課程提到嘅，咁會簡單咁去為大家呢概説一下古代譯經嘅程序同方法。點解要做呢一方面嘅介紹呢？因為就係當我哋會知道嘅，而家我哋能夠睇到咁多嘅呢啲佛經，同埋做呢啲經典論典，我哋能夠咁輕易嘅就得到呢啲經典，讀到呢啲經典呢，其實都係因為過去嘅呢啲譯大師啦，同埋古代嘅呢啲譯師咧，佢所付出嘅努力，同埋各種嘅呢個艱辛嘅付出，係因為緣故，我哋今日先能夠讀到呢啲經典嘅。咁所以因此咧，今日要介紹一下。除此之外咧，另一方面，我哋所謂嘅經典嘅翻譯咧，其實並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啊。並唔係話你淨係識另一種語言，咁你就可以做呢個譯經嘅工作。並唔係嘅，仲需要好多具備各種嘅條件先至可以做到嘅。而且咧，成個翻譯嘅過程裏邊咧係非常之謹慎，要非常之謹慎咁嘅方式嚟去進行嘅。咁就法王個人嚟講啦，過去幾年裏邊咧，佢亦都做過一啲零星嘅一啲經典嘅翻譯啦，但係咧，當法王見到以前嗰啲古代嘅大德係點樣翻譯，點樣去做呢啲譯經嘅事業之後咧，其實佢就真係覺得非常之慚愧。咁就會覺得好似我咁嘅人咧，其實竟然可以夠膽去翻譯佛經，淨係咁樣諗到啊，都覺得驚啦。咁所以咧，法王自己了解咗整個法王過程之後咧，亦都覺得自己要去翻譯佛經嘅話咧，都會特別有幫助。咁亦都因此咧，就想同大家講解一下成個譯經嘅方法過程。咁一般嚟講咧，喺漢地呢個佛經嘅翻譯咧，係比起西藏咧係開始得早好多嘅。中國嘅呢個佛經翻譯咧，大概係從公元1世紀左右就開始啦。咁喺西藏藏地嘅佛法，到底係幾時開始弘揚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講法㗎。有啲就係話啦，從呢一個布敦列贊嘅時代已經開始啦，有一種咁嘅講法。但係咧，正確嘅一個講法咧，可以話係就係從松贊干布開始啦，佛教就喺藏地興起。呢個應該係最正確嘅一個講法。
因為咧喺桑耶子嘅石碑裏邊咧，亦都有清楚嘅一個記載等等，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史跡上面都有記載嘅。尤其啦，就係喺松贊干布王嘅時候啦，藏王松贊干布嘅時代，佛教嘅興盛，同埋嗰時咧，亦都喺唐代嘅歷史裏邊都有好清楚嘅記載，因為嗰陣時有湯美三布扎出現，創立咗西藏文字，就係由於湯美三布扎創立西藏文字嘅恩德，咁就喺嗰個喺呢個基礎之上，因為喺佢呢個時代之前咧就有藏語，但係就未有藏文嘅文字出現嘅。咁呢個文字咧就唔單止係當時呢個藏地啦，係呢個藏文。之後就係將來唔係淨係喺後來唔係淨係藏地需要用，譬如喜馬拉雅山一帶甚至不丹等地咧，都係有去使用呢個西藏嘅呢個藏文嘅藏地嘅呢個藏文嘅，咁所以因此咧都係要源於吞美三布扎嘅創立呢個西藏文字嘅恩德。咁就係基於呢一個原因咧，亦都可以話係建立咗翻譯佛經嘅基礎。因為如果係連文字都冇嘅話咧，要去翻譯佛經咧，根本就係講唔上嘅，冇可能嘅。咁所以之後咧，去到公元8世紀嘅時候啦，就因為從印度迎請咗淨名論師、蓮花生大師等等，同埋亦都有喺漢地咧迎請咗大乘和尚等人啦。之後咧就建立咗桑耶寺，當時咧亦都有啦。第一批嘅藏人出家，同時亦都喺桑耶寺度，亦都係建立咗呢個譯經院，然後咧就開始咧就翻譯大量嘅佛經啦，將佛經咧係翻譯成藏文。當時咧喺翻譯佛經嘅時候咧，係非常之仔細、非常謹慎嘅。從梵文翻譯去藏文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一位印度嘅班智達，同時都有一位西藏譯師係一齊去做翻譯，同埋同時翻譯出嚟嘅譯文咧，亦都必須要去將佢交俾一位校對嘅人咧，好仔細謹慎咁去做校對，直到呢個審核通過之後咧，先至可以去流通嘅。所以翻譯咧並唔係隨隨便便嘅。所以我認為啦，法王認為啦，當時藏地同埋唐朝嘅關係非常密切嘅，所以法王就估啦，當時咧藏地翻譯嘅時候，將梵文翻譯藏文啦，當時嗰啲翻譯嘅過程程序咧，有可能啦，法王認為咧，應該係有參考同埋應用到法王上邊之前有提到就係下邊要提到嘅呢個譯經程序啊、方法等等。因為可以話啦，其實喺藏文翻譯之前咧，其實漢地嘅翻譯佛經嗰個程序方法已經好成熟，咁所以咧法王去估計啦，可能藏地當時都有參考到漢地嘅呢一啲翻譯譯經嘅程序同方法。咁當然我冇辦法去舉出，係咪真係有引用或者係應用參考漢地嘅方法咧？邊啲方法咧講唔到出嚟，但係佢係猜想啦。當時其實因為唐朝同埋呢個藏地嘅關係密切，咁所以因此咧係咁係推論出當時翻譯嘅方式可能係會有同漢地有交流同埋向漢地學習嘅。
咁喺當時咧，藏地嘅譯師啦同班智達咧一齊咧就做呢個翻譯啦，同埋同時咧亦都係有一齊編輯咗好多嘅呢啲工具書、參考書、字典，就好似咧收錄喺單珠裏邊嘅翻譯名義大集、聲明要領二卷同埋法數等等，咁樣嘅呢三部書，可以就係話咧，都係梵藏文對照嘅呢啲工具書啦。尤其咧喺聲文要領二卷裏邊咧就有提到，就係咧點樣去將佢從梵文翻譯到係藏文方面嘅一啲規定啊。咁裏邊咧就訂立咗啲規定同規矩咧，其實當時係由藏王去嚴格去訂立嘅規定。咁呢一部聲明要領二卷咧，係幾時有成書嘅咧？大概就係喺赤松德贊嘅時候。咁當時咧係喺呢個色納納敬雲嘅石後嗰陣時。咁佢當時就召集咗好多譯師同班智達一齊咧，就係制定咗呢一部書。咁當時喺書裏邊提到啦，往昔天子赴時嗰一句咧，就可以咧睇到就係所指嘅，就係指緊呢一個時候啦，赤松德贊王嘅時候啦。另外仲有一個叫 Dewa Chechung 呢一本書裏邊咧，亦都有提到。咁所以總之就係喺呢個聲明要領二卷呢本書咧，都係大概喺9世紀左右去編輯完成㗎。同樣咧就係喺贊普呢個時代咧，其實又係嗰個幾部目錄，其中一部咧叫龐多馬目錄，亦另一部叫鄧加馬嘅目錄。喺龐多馬嘅目錄裏邊咧，係有收錄到呢個聲明要領二卷，但係咧登加馬呢本目錄咧就冇收錄到呢個聲明要領二卷㗎。咁所以從有冇收錄到呢部聲明要領二卷咧，你就會大概可以推算到咧呢兩本目錄咧，其實邊一本係先，邊一本後㗎。所以亦都係因此可以去推論到出嚟㗎。咁當然呢啲有待研究啦。但係一般嚟講咧，有呢兩本目錄啦。除咗呢兩本目錄之外咧，其實仲有一部咧已經失傳嘅青坡麻目錄，係已經失傳啦，揾唔到呢本書咯。但係一般嚟講咧，呢啲目錄裏邊都係記載咗非常多嘅呢啲翻譯咗啲咩佛經嘅一啲咁嘅記錄。但係咪淨係喺呢啲目錄裏邊就記載晒所有嘅已經翻譯咗嘅佛經嘅名咧？並唔係㗎，因為咧佢裏邊其實只係記錄咗各自邊一個宮殿、邊一個地方嘅目錄，譬如彭丹瑪就係彭丹瑪呢個宮殿裏邊所收錄嘅佛經嘅目錄。然後好似定金馬就係定金馬呢個宮殿呢個地方嘅所收藏嘅書嘅目錄。咁呢啲就係當代一啲學者研究嘅講法啦。總之咧，有關藏地佛經翻譯咧相關嘅內容之後有機會再講啦。今日我哋主要講嘅就係漢地佛經翻譯嘅一啲內容，因為呢個就係我哋要主要。之前有提到啦，唯識30頌就係玄奘大師翻譯嘅等等，所以因此咧，我哋就要講一講中國佛教裏面咧翻譯佛經嘅一啲內容。咁就係提到翻譯同埋譯經嘅時候咧，其實近代嚟講咧，大多數人咧都係一個人去自己一個人執筆。自己去翻譯嘅，好多時候都係一個人去完成嘅，好少咧情況係會好多人一齊去合譯咁樣嘅情況係比較少嘅。
但係咧就係中國古代翻譯佛經嘅時候咧，这是的，你潘生这人对懂不懂？这里呢，好了，那个么个大家那了，那有送入这有钱个推荐的，看得起来啊，我是去搞的是那边呢，汉给了个推荐呢，送的送墙面给给了把都送墙面把都下的，大的了，他这几六万的钱呗，你幾率退了糖不呢？幾率退了就這咁喺中國古代翻譯佛經咧，係由呢一個咧，可以話從時代嚟講咧，就係從漢末到北宋，咁就係大概係公元2世紀啊，2世紀末到11世紀中嘅時間前後咧，大概有900年嘅時間。所以當湯嘅調入曬直接，安尼送調入曬直，調入起嚟呀，要話切超多300多。但係啲嘢學下啲漢嘅調入當水。咁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可以中間係有漢朝、隋朝，仲有唐朝同埋宋朝。咁今日主要就會講到咧，就係漢朝、隋朝同埋唐朝等等嘅呢個3個朝代大概翻譯嘅一啲情況啦。咁宋朝嘅翻譯情況咧，大概之後有機會再講啦。但推運點解人不知個哪落嚟啊？亞那嚟啊？亞那嘅咧送入依據切對山呢？嗰隻塔lâm肯定係配住當樣嘅事啦嘛。就這三個塔lâm就配住當樣嘅事。咁但係可以睇到啦，喺咁長嘅時間裏邊咧，有900年嘅呢個時間裏邊啦，佢哋用嘅係用咩方法去翻譯佛經嘅咧？基本上咧都係用一種叫做譯場嘅方式，翻譯場所咁嘅方式。咁舉例嚟講，就係有時候我哋會話有一種辯經場，佢亦都有一種書叫翻譯場嘅方式啦，做翻譯。咁呢個方式係點嘅咧？咁就係咧係首先咧就係有一個地方啦，有一個場所啦，之後就結合一大群人喺嗰度，然後咧就大家係分工，咁就會喺一個好嚴格嘅一個分工制度之下，去從事呢個翻譯工作。咁所以當時咧呢種咧一個人自己翻譯，或者係咧2個人對譯嘅例子咧，係反而好少見嘅。咁喺幾個朝代裏邊咧，首先我哋就會講漢代先㗎。中國佛教啦，可以就係話由漢朝開始就已經係傳入啦。咁所以因此我哋由漢代最早嘅譯場嘅情況開始講。所以喺呢個900年嘅佛經嘅翻譯過程當中咧，整個呢個譯場佢都會有一個咧帶領者，一個主譯啦，所謂係幾乎啦，
全部咧都係由呢個印度或者係由呢個印度或者西域嚟到漢地嘅呢啲真族咧嚟帶領住嘅，可能係真係西域或者係好似和田啦等地嘅。咁所以呢度咧，呢度所講嘅西域就係鳩支、和田等等呢啲地方咯，又係會係由來自呢啲地方嘅，包括真人啦，同埋族即係居士啦，族家弟子啦，族家嘅係啦嘅修行人啦，即係嚟帶領住嘅。總之呢個時候咧，主要嘅帶領者咧，可以睇到咧，都係呢啲印度同埋或者係西域嚟到嘅真族帶領。所以呢啲真族咧，就會稱佢為主役。當時中國人當主役嘅咧，其實只有幾位，好少，譬如只有好似玄奘啊同義淨等等幾位少數嘅。而這些呢啲其他嘅外國人嘅呢啲主役咧，其實佢哋大部分都係唔精通或者係唔識中國嘅語言嘅，所以當佢哋睇翻譯嘅時候咧，其實旁邊係需要有另一位咧，稱為叫傳語嘅翻譯員咧，係要將佢嘅講嘅説話咯，翻譯成為無論佢講嘅係印度文又好啊，或者係任何西域語言都好啊，都要將佢主譯所講嘅説話咧，翻譯為漢語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就會諗到，哦，咁樣有一位呢一個唔會講中國語言嘅人去做呢個主譯，咁樣呢個咁樣翻譯係點樣去進行咧？點樣做嘅咧？因為我哋成日會講啦，哦，翻譯應該要係做翻譯嘅嗰個人應該要識中國語言啦，咁點解可以有一個唔識中國語言嘅人去做主譯咧？究竟個翻譯過程係點嘅咧？咁所以下邊咧，我哋就會比較詳細咁去說明一下呢個翻譯過程啦。原來咧，其實古時翻譯咧，並唔係咧，譬如話就係話，有時就係一個主譯要翻譯一部佛經啦。譬如話呢部經典佢係梵文，並唔係話你係要淨係認識呢個梵文呢個外國嘅文字，你就可以識做呢個工作嘅。而家嚟講啦，好多時候啦，而家就係西方人啦，可能就係話你只要有少少明白呢一個藏文，可能你即刻咧就開始翻譯啦。咁譬如話佢哋可能大概就係學咗少少藏文啦，甚至可能佢哋可能係學咗一啲之後咧，就開始翻譯啲經典啦。其實咧，法人覺得佢哋即係比較勇敢嘅，但係你可以睇到古代翻譯並唔係咁嘅，唔係話你淨係識呢一個外國文字你就可以做呢個工作，並唔係嘅。而係佢好強調呢個譯者必須要去對所翻譯嘅呢個經典嘅哲理，你係要必須要好透徹咁了解，你係要咧了解得好透徹嘅，好深，了解得好甚深嘅對呢個經典嘅嗰個哲理，而且咧呢個人咧。呢個譯者咧，必須要係精通三藏，亦都係經律論三藏，佢必須要係到精通嘅，而且咧，佢亦都要係咧熟悉呢個明練同埋熟悉呢個顯密異教。
點解會咁強調要精通三藏熟悉顯密呢？因為就喺翻譯過程裏邊呢，因為主譯咧，主要嘅翻譯啦，就係我哋啱啱所講緊嘅，都係呢個主譯。因為喺翻譯過程裏邊咧，呢個主譯咧，都佢唔單止係要咧，一邊係翻譯呢一出呢個將呢個原文啦去做呢個翻譯啦，對。佢同時咧，亦仲有一件事要做嘅。同時咧，佢就係要咧，係對譯場中嘅好多助手啊，去講解呢個經文嘅意思嘅道理，好多嘅呢個要義。佢仲要去除咗翻譯之外，仲要去對佢哋啲助手去進行呢個經文嘅講解。所以咧，呢度裏度所謂嘅呢個譯場啊，譯場嘅呢個場字咧，佢所指嘅其實就係道場。道場其實佢嘅意思就係講經，或者係話一個做呢個法事嘅一個場所。所以咧，所以譯場咧，呢個就係所講嘅就係翻譯用嘅一個道場嘅意思啦。所以咧，呢度一邊翻譯一邊喺度做講經說法咁樣嘅一個地方，咁佢就係用咁樣呢個方式去做翻譯嘅一個地方。所以呢一種咁嘅一邊翻一邊講嘅呢個方式咧，係早在漢桓帝時代啦。其實佢呢個安世高，佢所翻譯嘅呢一個做翻譯嘅時候就已經係咁樣嘅方式噶啦。安世高當時咧係邊度嚟嘅一位真人咧？高真咧？咁佢就係來自呢個而家嘅伊朗嘅一位真人，當時叫做安息國。因為當時咧呢個安息國咧都係有佛教嘅一個國家嘅，咁佢就係由呢個地方嚟到呢個漢地，就係佢當時翻譯嗰本經書咧。咁但係當時其實佢係嘅一位出家人定係在家人咧？我哋唔係好清楚，但係佢當時就係由伊朗嚟嘅，即係而家伊朗嘅地方啦，嚟到漢地嘅高真，佢翻譯咗嗰一部叫做《陰慈入經》。總之咧，佢就係翻譯呢部經嘅時候咧，總之佢呢一種一邊翻譯一邊講解嘅呢個方式，就係由呢個漢桓帝嘅時代安世高咁嘅時候已經開始嘅，開始用呢個方式進行。唔單止係咁樣啦，呢個主譯佢喺講解經義嘅時候咧，譯場嘅助手，佢哋係有權咧可以向呢個主譯提出呢個質問、發難，甚至可以咧係唔同意主譯嘅意見見解嘅。佢哋可以盡力咁樣咧，盡情咁樣發問、質問。老這位插入兄弟，你的這個老先天嚟啊，這麼家伙，搭檔架的車，同埋咧，佢可以挑戰反駁呢個主譯嘅嗰個見解同埋講法啦。總之咧，呢個助手喺呢度咧，
佢個職責咧，主要係要同呢個主辯去辯論嘅，唔係主役去辯論嘅。所以佢哋咧係互相要成日有各種嘅問答嘅。咁舉個例子嚟講啦，就係中國佛教裏邊好著名嘅一位譯師，其中一位啦，就係鳩摩羅什。咁佢翻譯咗咧大品經同埋成實論。咁當佢翻譯呢兩部經論嘅時候咧，咁佢嗰陣時就同佢助手咧係作過好幾輪嘅呢個爭論問答嘅。另外仲有位叫譚無參咧嘅譯師咧，咁佢當佢翻譯呢個《涅槃經》嘅時候咧，呢個藏文嘅《涅槃經》咧，其實就係同呢個中文嘅《涅槃經》裏面翻譯翻嚟嘅。咁有一個叫做管法成嘅呢個藏族嘅呢個譯師咧，將呢部經從呢個藏文或中文譯翻到中文。但係當初咧就由呢個譚無參翻譯，由梵文譯做中文。但係佢當翻譯呢部經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情況，經文裏邊就話道族數百人疑難中還。總之就係話有道族嘅數百個呢個道族，佢哋咧就係咧不停係向佢發問啦，咁令到咧參臨機息滯，意思就係話咧佢可能咧臨場嘅翻譯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問佢，令到佢都停咗喺度啦，冇辦法繼續翻落去，有咁嘅情況，呢啲都係一啲實例，亦都係一啲喺呢個講述出呢個主譯咧，確實係一定係需要一邊能夠做翻譯，亦都一邊能夠做講解嘅一位大師先至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如果呢位主譯佢冇辦法去全部了解經文中所蘊藏嘅義理咧，咁佢就冇辦法咧，可以話好有把握咁咧，去解答眾人嘅疑惑。咁佢亦都好有可能咧，就會喺呢啲咁嘅辯論之間咧，係俾人哋係問難，就難倒佢啦。咁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喺公元5世紀嘅時候，有位來自河西嘅一位叫道泰嘅真人。咁當佢喺度翻譯呢個大丈夫論同埋呢個叫入大乘論嘅時候咧，佢有譯到咗，係能夠翻譯到呢兩部論，但係佢就唔敢去翻譯呢個大毗婆沙論。咁之後咧，直到有一位真人咧，從印度嚟到嘅真人叫做浮陀跋摩嚟到呢度漢地之後咧，道泰先至能夠咧，因為咁咧請佢嚟做呢個主譯，然後道泰佢自己咧就同其他300個人咧係做助手啦。然後咧，佢哋先至能夠一齊完成咗呢個大毗婆沙論嘅翻譯工作。咁呢個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啊，佢自己道泰呢個真人，其實佢已經係一位譯師啦。但係你睇到佢有翻譯過呢個大丈夫論同入大乘論，但係點解佢唔敢去譯呢個大毗婆沙論呢？佢之所以為咁樣，就係因為咧，
佢對前兩部論佢係完全嘅通透了解嘅，但係佢對咧後面嗰個大毗婆沙論嘅內容咧，佢未有透徹了解，所以佢唔夠膽翻譯。所以佢就要請呢個浮陀跋摩嚟去做主譯啦。咁另一個問題啦，我哋可能就會有覺得，翻譯嘅時候點解要講經咧？而且就係點解仲要辯論呢？就係翻譯，唔係話淨係翻譯就好啦，點解仲要辯論呢？點解仲要講經呢？呢個係有原因嘅。因為佛教咧視呢個講經咧係為呢個可以話係法師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職責，一個天職。就係法師係要將經典裏邊嘅道理咧向大眾講說嘅，要消除大眾內心嘅痛苦。咁呢部分就唔使多講啦，呢個係法師嘅職責。咁點解就係要辯論呢？另一方面，咁就係因為呢個行為咧，從古代印度咧就已經有嘅一個方式，講經嘅一個方式。因為喺過去咧，喺個印度開始嘅一個方式，就係咧要通過問答嘅方式去講經嘅。咁舉例嚟講啦，過去咧佛陀係喺度講呢個安波首義經嘅時候咧，因為咧當時咧呢部經裏邊有提到啊，佛陀當時說法嘅時候咧，弟子眾裏邊咧冇人能夠提出問題啊。我哋會睇到好多佛經裏邊啦，你會睇到都係咧係以問答嘅方式係去出現噶。譬如話舍利弗問問題啊，或者係文殊菩薩問題啊，出嚟問佛陀問題，之後佛陀就會回答。但係呢部經典裏邊咧，你會睇到啦，因為冇弟子去提出問題，咁之後佛陀冇辦法啦，所以佛陀咧就只好自己咧係化做兩個身體。咁就由一個化身去問問題，另一個化身咧就答問題啦。咁所以就係兩個化身咧就互相做呢個問答，互相做呢個辯論。然後就等弟子可以能夠更了解嘅佛教嘅教義。咁所以就從呢個經典當中，我哋就會知道咧，呢種說法嘅方式咧，其實好早已經出現嘅一種傳統嚟嘅啦。但係而家我哋睇到講經說法嘅方式咧，其實都係講經嘅人一直喺度講啦，之後就在座人咧就冇乜問到問題嘅。但係西方好多時候咧，都係現代嘅方式，都係會大家都會提問比較多嘅。但係你睇到過去咧，其實喺印度嘅嗰個講經說法方法咧，都係以問答為主嘅。咁總之就係呢個方法咧，最早咧佛法咧，其實都係從印度東傳到漢地，所以因此呢一種講經嘅方式咧，亦都係隨之咧而引入到去漢地。咁所以因此咧，前邊講到安世高呢位譯師，佢就喺度翻譯呢個音詞入經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呢個咁嘅講經嘅方法。咁所以咧，當佢係翻譯，當佢喺講經嘅時候咧，
佢就一直都係使用住呢個問答嘅方式，傳統嘅方式去講經弘法。咁嗰個時候啦，呢種方式其實好重要嘅，呢種問答嘅方式，因為嗰個時候咧，佛經其實本身咧佢唔係中文啦，佢都唔係梵文，亦都佢一係就係梵文，一係就係用西域文寫出嚟嘅，咁所以中國好多人係睇得，好少人睇得明㗎。因為安世高嘅中文咧嘅漢語好好啊，咁所以佢就可以用漢語咧嚟講解啦。咁等當時莊許人都聽得明白，咁好啦，而家有休息20分鐘。다시한번주의하라가르사는다 안시가사디 급지 비싸네 아니 자게야고 킹리어스 공 자게야고 신기 킹리어자 아니 자게가 토네 만드시捐獻呢講下秘書課連圖不用過咧。咁我哋之後繼續講，剛才有提到安世高。咁安世高嘅中文咧係好好嘅，咁所以佢可以用咧漢語去講解。咁聽眾當中咧，咁就係會將佢所講嘅，佢所口譯嘅嗰啲經文咧，每一句都用筆記落嚟啦。咁之後咧，就自然整理出一本漢文嘅譯本啦。咁咧就係因此咧就得出咗一本漢文嘅譯本。咁之後咧就大家咧就可以能夠有一本漢文譯本可以研讀啦。咁之後啦，就去到漢靈帝嘅時期。咁咧當時咧又有一位叫做支婁迦讖，同埋另一位叫做安元嘅譯師嚟到漢地。但係本身佢哋兩位咧，亦都係通曉漢語嘅，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從事咗一啲佛經翻譯嘅工作。咁因此咧，翻譯咧，同埋講法嘅風氣啦，亦都可以慢慢就漸漸咁樣展開啦。呢個翻譯同埋講經一齊進行嘅呢個風氣。咁就算係一啲唔精通漢語嘅外國法師啦，佢哋咧亦都能夠通過呢個傳語，咁就係即係所謂嘅翻譯師啦。佢哋個稱號叫做傳語啦，個專稱叫傳語啦。咁就係透過佢哋咧，都可以因此能夠講解到啲梵文嘅經典啦。譬如咧，有呢一個叫竺朔佛嘅呢一位譯師咧，佢有翻譯呢個般舟三昧經。咁其實當時咧，佢就由呢個支婁迦讖幫佢做傳語嘅。
咁而呢一部咧，亦都可以話咧係最早由呢一個欧洲三面竞赛的这个面着是的写的，但看到天天送钱呢，但唔少呢一部經可以話係最早一部由呢一個印度真人講解，而通過咧全語嚟做翻譯，之後因此咧就能夠講解翻譯經書嘅一個案例啦。咁從此之後咧，西域嘅嗰啲真人啦，就算唔識呢個講漢語啊，亦都因此能夠喺中土度講經啦。而咧，因為佢就係可以通過呢個傳語嚟幫助做翻譯嚟講經啦。咁慢慢咧，漢地嘅人咧，慢慢就因此咧用住呢個方法啦，呢啲咁嘅講經嘅法會啦、譯經嘅方式啦，就翻譯出好多完整嘅佛典。咁因此咧，慢慢咧就可以係咧建立出呢一個延續咗900年嘅呢個譯常制度啦。咁呢度就會講到啦，呢種翻譯嘅方式，翻譯同埋呢個講經說法同時進行嘅。咁呢個方式咧，呢個就係可以話叫一個譯講同師嘅呢一個咁嘅翻譯嘅方式。有啲咩優點咧？最主要顯著嘅有2點。你家的价格你个做到你这都名次的可能长么那可能长么那个淘宝社都不是。你把的第一點就係咧。别查당구도 가려 그랬으나 난去给得住脚吧哪不三给得住脚你당구的讲哪里也得就是저거嘛哪不三给去당구讲了打等你讲哪了打后面就我的讲了接着第一個優點就係咩咧？就係首先，因為佛教嘅呢個思想咧，本來就唔係中國有嘅，係中國冇嘅。佢係一個印度嘅一個思想，咁所以對中國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新嘅思想，而且呢個梵文同埋漢文嘅文字系統咧，又係截然唔同嘅。咁就係因為梵文佢係拼音嘅文字啦，好似藏文同埋英文都係咁嘅。咁所以因此咧，咁就直接就造成咗2大個翻譯嘅難處。第一個咧就係咧名相嘅翻譯，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就係咧梵文上邊咧有好多咧細微嘅含義上嘅一啲正解。咁到底就係話中文係要用啲咩字去表達出呢啲細微嘅含義咧？所以為咗去解決呢2項難點啊，咁所以翻譯嘅時候啊，首先要經過一番講解同埋辯論啦，集思廣益，
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咧，就要去先至能夠將呢啲名相啊，同埋呢啲細微嘅意義咧，都係搞清楚晒啦，明白晒啦。然後咧咁樣做咧有咩好處咧？好處咧就會係能夠翻譯成漢文之後咧，呢啲經文咧就會係能夠更接近原本，亦都係更細緻、更準確嘅。如果冇經過咁樣嘅呢一個努力嘅話咧，就只係好隨便咁樣去翻譯過去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就會咧意思亦都會可能會出現一啲偏差。咁之後第二點，第二個好處係咩咧？就係呢個翻譯同埋講解同時進行嘅好處係咩咧？咁因為翻譯嘅時候咧，有講說，亦都有辯論。咁樣咧，對於呢一個在場聽嘅人咧，就等於咧就上咗一場由主譯講嘅呢個開示。咁就係因為主譯咧，佢係會對每一個字句咧都會做解釋、解說。咁各位可能冇翻譯過啦，但係因為法王都有翻譯過，因為佢對每一個字咧，法王翻譯嘅時候都會好小心去斟酌。咁就好似平時唔係翻譯嘅時候咧，自己就咁睇佛經嘅時候咧，咁有時一個你字唔明嘅時候，可能就算啦。咁但係當你做翻譯嘅時候咧，每一個字你都要好。如果你唔知道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可以跳過呢個字噶，你亦都冇辦法唔翻譯出嚟噶嘛。將佢，所以一定要將呢啲唔識嘅或者一啲困難嘅嘢都係要搞清楚。咁所以呢個成個過程係唔容易噶。所以因此咧，你係將所有呢啲困難嘅內容咧，全部都要翻譯出嚟。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都係亦都係需要好多唔同嘅版本嘅。所以如果你有唔同嘅版本嘅話咧，嚟一齊做比對，咁你就會知道，原來我手上呢個版本咧，可能係有錯誤嘅。咁所以原來其他嘅版本係啱嘅，等等。所以總之就係要對每一個字你都要弄清楚、搞清楚，要都明白，要讀通。所以呢個絕對唔係容易嘅事情。所以一個主譯，佢當佢做翻譯嘅時候咧，佢同時亦都要做解說。佢從頭到尾係要做一遍嘅呢個解說。咁所以對在場嘅聽課嘅人嚟講咧，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訓練。咁慢慢咧，所有聽課嘅人咧，佢哋都成為咗呢個講經嘅法師，未來能夠講經嘅法師。咁所以因此咧，所以喺印度嘅真人開譯場講解譯經之後咧，通常第一批咧，根據漢文譯本嚟再嚟講經嘅，通常咧都係當時喺譯場嘅弟子啦。舉例嚟講啦，當係講呢個不退轉法輪經嘅，有一位叫法成嘅呢個真人啦，佢就係當時主譯竺法護嘅助手。
咁所以就係當時呢個主譯竺法護，佢喺度翻譯呢一個不退轉法輪經做主譯嘅時候，呢個法成佢當時就係其中一位聽眾啦。咁之後咧，佢就係將來咧，之後咧，佢就成為咧第一批去講解呢一部經嘅一個嘅真人啦。咁另外有一位叫智松，佢亦都係咧呢個主壇無懺呢位主譯嘅助手。咁佢哋所以佢就係後來就係講解呢個涅槃經嘅。咁所以換句話講咯，凡係嚟參加過呢個譯場嘅人咧，佢都可以成為咧佛法嘅呢一個傳講嘅人啦，同埋講解嘅人啦。因為咧呢個主譯佢係每個字每句佢都會去講解，佢係真係要講得好清楚嘅喺呢個過程裏邊。咁所以與會嘅參加譯場嘅人咧，都可以咧可以聽得好清楚、好明白。咁因此佢哋後來咧都能夠成為宣講解佛法嘅人啦。咁所以呢個確實係一個一舉兩得嘅制度。所以點解會講話一舉兩得咧？就係因為咁樣嘅譯場，佢唔單止係能夠翻譯出呢個經典，而且咧，亦能夠培養出之後能夠講經嘅人。咁而呢啲講經嘅人咧，佢哋能夠聽得到法，亦都係對佢哋修持有幫助，可以能夠宣講啦。咁所以可以一舉多得，一舉兩得啦。咁之後咧，呢個就係要講隋朝之前嘅一個翻譯方法情況，就係嗰陣時係以一個演講討論會上1000人參加嘅譯場嘅咁嘅方法啦。咁中國當時咧一直喺度改朝換代啊，咁所以因此喺隋朝之前咧，其實咧中國係有300幾年咧係處於呢一個分裂狀態，佢冇統一嘅狀況，咁就係所謂魏晉南北朝嘅時代啦。咁總之嗰個時候咧，就有好多分裂嘅狀態，喺個朝代。咁但係咧喺呢個時代咧，中國南方北方各地咧都有好多譯場噶。咁呢啲譯場當時咧，通常咧都會有咧幾百甚至有幾千人喺度參加嘅。而當時最出名嘅主譯咧就係鳩摩羅什。咁當時佢甚至有咧成3000位助手嘅。呢個譯場裏邊啊，佢有成3000位嘅助手。咁好似我哋而家冬季辯經法會裏邊就有1000幾人啦，有1300幾人啦，但係可能比就係而家我哋嘅人數有3倍咁多，佢助手有成3000人，咁多人咧可以話係逼埋一齊啊！佢哋嘅工作係點樣分配咧？
打起來呀，年底肯定是這些喏。打送入就業高嘞，沒真正忙我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也我是得上當。真正沒真正忙我中國也經常看的是喏，送入就業高了，一月錢了怎麼嘛是的，老早啊這個送入就團的嘛這些能有。第經常啦點呢，講那個社交媒體。因為易經嘅時候咧，呢個主譯咧，佢又要翻譯，又要講法。咁呢個時候咧，嗰啲佛弟子，呢啲中國嘅呢啲僧俗咧，為咗係要能夠聽聞呢個新傳入嘅一個經典或者論點，呢啲新傳入嘅佛教嘅道理咧，佢哋咧嚟到呢一個譯場嚟參與嘅人啊，成日咧都會有成幾千幾百人。咁而家呢啲人當然有幾多人咧？人數咧，亦都係取決於呢個主譯嘅聲望有幾高㗎。如果聲望好高嘅一啲主譯咧，咁自然就會多人去聽啦。譬如鳩摩羅什當時喺關中嘅地方咧，就有3000徒眾。咁當中咧有唔少啊，係從即係分裂緊嘅中國各地咧，都嚟到呢度嚟聽㗎。因為咧鳩摩羅什佢嘅名氣大。因為咧佢係精通呢個三藏，所以就有好多人啊，都係要聽聞佛法嘅人咧，都係要嚟到佢呢個地方咧，係想聽聞佛法。咁所以佢嘅譯場裏邊就有3000人，而其他嘅譯場嘅徒眾咧，亦都係唔少㗎。譬如好似呢個河西嘅地方，呢個檀無懺譯師咧，佢嘅譯場咧都有500人。另外喺江東嘅呢一個求那跋陀羅啦，佢譯場咧都有700幾人嘅。而洛陽嘅呢個菩提流支嘅譯場咧，都有1000幾人嘅。所以咧，無論咧喺中國，無論喺南北各地啊，呢啲譯場裏邊咧都睇到，無論你係去邊一個譯場，你都會睇到呢個咁嘅情況。咁但係呢度佢又有一個問題啦，有咁多人喺譯場裏邊咯，有咁多聽眾咯，咁其實佢哋呢啲聽眾咧，對呢一個譯經有咩幫助咧？佢哋除咗呢一個向主譯詢問經義之外咧，仲有冇其他任務咧？要回答呢個問題，首先我哋要從咧翻譯場裏邊佢個講經同記錄嘅工作講起啦。要從呢個譯場裏邊講經同記錄嘅方式講起，因為譯場裏邊咧主要就係話佢係針對一啲唔聽得明外國語言嘅華人，要去對住佢哋去講解呢個梵文或者係西域文字嘅佛經，要向我哋講解呢一啲佛經啦。所以要點樣去向佢哋講解呢啲外文，即係梵文或者西域文字嘅佛經呢？
咁呢個主譯佢要點樣做咧？通常咧，主譯咧就係會首先將呢個經文用原文嘅語言去誦讀，誦讀完之後咧，咁我舉個例子，大概係咁咯。例如，譬如心經啦，譬如話咁念唔念一次？首先就念一次呢個心經，然後咧然後咧就將呢個內容咧口譯成為漢語啦。咁當時嘅主譯咧，如果佢唔識呢個漢語嘅話咧，咁就要靠呢個全語咧係嚟負責口譯啦。之後咧就要有另一個弟子啦，就要專門負責呢一個用筆記錄落嚟啦。當然就冇呢個錄音筆啦，所以因此咧要有個弟子負責筆記。咁記錄嘅人咧就稱為筆受，嗰個專稱就係叫做筆受。呢個筆受嘅任務咧，主要就係要根據主譯或者呢個全語嘅翻譯啦。如果呢個主譯就係會講漢語，咁就係根據佢講㗎啦；否則的話就要根據翻譯全語嘅翻譯啦。然後咧就一字一句咁去記錄落嚟啦。咁筆受記錄之後咧，咁就完成咗係咪完成晒所有嘅翻譯咧？並唔係咁噶。咁就係喺筆受記錄之後咧，呢個只係完成咗第一步，只係一個開始啫。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咧，因為呢個記錄落嚟嘅翻譯出嚟嘅記錄落嚟嘅每一句嘅經文咧，仲要經過呢一個主譯嘅講解。咁同埋當主譯講解完之後咧，仲要咧接受呢一個聽眾嘅發問啦。唔單止係發問啊，有時佢哋會係辯難，即係去質疑。咁直到去在場嘅所有人都唔再有任何疑問啦，然後咧先至能夠寫定嘅，然後就係能夠確定呢個中文嘅翻譯就係咁嘅樣啦。咁舉例啦，就係喺陳朝嘅時候，有一位名為真諦嘅呢個譯者，
咁當佢係做翻譯各種唯識學嘅各種呢個論點嘅時候咧，就有一句過去上一年嘅課程裏邊都有提到呢位真諦。咁喺藏文嘅一啲經典裏邊，亦都有提到佢嘅。總之就係真諦翻譯嘅唯識學嘅各種嘅呢啲論嘅時候，佢有提到一句說話。咁佢喺各種嘅呢個論著，當講到係提到真諦翻譯各種唯識學嘅論著嘅時候咧，佢會咁樣稱，佢有一個形容佢呢個翻譯嘅，就係話佢一句之中循環變譯。咁直到最後咧，當翻譯同法義兩方面都完成圓滿敲定之後咧，先至係能夠定稿嘅。所以按照上邊嘅講法啦，聽起嚟好似就話喺啲助手之中咧，除咗傳語同不受有呢啲實際嘅任務之外咧，其他嗰啲人，咁剛才有講話幾百幾千人咧，係咪佢哋都只係喺度好似陪襯咁咧？冇咩嘢做，冇咩作用咧？其實唔係咁嘅，佢哋嘅作用咧都好重要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咧當主譯咧喺度做口譯經文嘅時候咧，無論佢係識講漢語，可能佢就能夠直接講漢文啦。如果佢或者要經呢個傳語去講嘅時候咧，雖然有呢個不受作為專門負責記錄嘅人啦，但係咧就唔係淨係得佢一個人㗎，所以其他嘅聽眾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做筆記。而呢啲聽眾嘅所有呢啲筆記咧，其實咧係會對呢一個譯文咧，最後寫定稿咧，係非常有幫助嘅。因為最後啊，譬如舉例就係會去修正或者會係參考好多呢一啲好多人嘅筆記，先至係會去最後定稿嘅。同時咧，仲有一點啦，呢度個情況就係咧，梵文同埋漢文嘅呢個文字系統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咧，當呢啲經論咧翻譯成漢文之後咧，佢哋所用嘅詞句究竟係唔係適當嘅？咁就係譬如話呢個字，譬如話梵文同漢文係咪到底係適合咧？呢個對唔對應嘅咧？如果呢個主譯唔識漢文嘅話咧，咁佢就冇辦法指正啦。
别下下边，别来别水下边呢。但他讲那个老早话给大家，老先许女说啥，空嘅到底邊乜搞不住哪？到底邊乜？因為就係話咧，佢要即使佢識一啲中文，但係可能佢都冇辦法充分把握漢字嘅應用㗎。咁舉個例子就係鳩摩羅什翻譯《妙法蓮花經》嘅時候咧，當時咧佢就攞住咧竺法護譯嘅《正法花經》作為參考。咁當時咧裏邊咧第5卷就係受決品裏邊有一句説話，當時咧呢個竺法護咧佢已經翻譯咗正法花經啦，咁後來鳩摩羅什再翻譯同一部經就係妙法蓮花經，但係當時法護嘅嗰個譯本係點翻譯嘅咧？呢有一句説話，法護當時咧就翻譯為呢句説話咧，就係天上是世間，世間得見天上，天人世人往來交接，咁就有一句咁一句經文嘅呢一個正法花經。鳩摩羅什咧睇到呢句翻譯嘅時候就覺得，呢一個係翻譯雖然能夠保存到呢個原意啦，但係佢就覺得咧係唔夠典雅嘅，咁佢就覺得應該係要去修潤一下嘅，可以令佢譯得更好嘅。咁當時佢一位助手叫做佢有一個助手啦，個助手個名咧叫真睿。咁真睿咧當時就建議改譯一下啦，改譯得更精簡、更典雅，咁就改譯為天人交接，兩得相見，就改譯為咁嘅兩句。咁意思咧，亦都係差唔多，但係改得更好嘅文字啦，更優雅啦。咁鳩摩羅什咧就非常之開心，就接受咗啦。咁所以你睇到呢個例子咧，就係咁精通嘅中文嘅呢一個鳩摩羅什咧，作為主譯嘅翻譯啊，咁佢都係咁樣嘅情況，佢嘅都要佢靠佢助手咁樣去提議嚟去改進。咁所以你可以話其他人咧就更加唔使講啦。法王個人有一個經驗啦。咁佢當佢翻譯嘅時候咧，當佢一個人喺度諗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諗唔出嚟嘅，好多嘢都諗唔到嘅。但係可能3、4個人一齊諗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多啲諗法。咁集思廣益嘅時候，總之就會有一啲咧，佢有時就係會係自己諗唔到嘅地方。最難嘅一點係咩咧？尤其喺呢度佛學嘅涉及到一啲佛學，或者係哲學嘅呢啲名詞裏邊咧，佛學或者哲學嘅呢啲名詞係最難翻譯嘅。
因為中國古代咧翻譯嘅時候有一個原則，就係梵文嘅字咧，無論係佢有屬於多音節或者單音節，只要佢係一個字，咁就要按照原來嘅音節嚟去揾呢一個漢字去做配合，佢嘅字義就只能係用一個漢字嚟表達。舉個例子就係譬如菩提，佢就翻譯為覺。佢就會用咁樣嘅一個字嘅翻譯嚟表達。咁譬如達摩呢個雖然係兩個音節，但係佢嘅意義咧，佢就會翻譯為一個法，用法呢個字嚟代表佢嘅意義。如果咧係如果係冇辦法，梗係只能夠用一個字嚟去譯出咧，咁先至能夠用兩個字或者以上去表達。咁舉例嚟講就係求那，即係作梵文觀啊，就係譯做功德。咁譬如咧，另外斯利就會譯做吉祥。咁所以因此啦，當佢翻譯呢個名相嘅時候咧，咁用咩嘅一個漢字咧？係咪每一個漢字都要好謹慎咁去挑選？咁係要遵從咧呢個訓詁學嘅知識去挑選嘅。而可以話嗰啲經過呢一個訓詁學，經過呢個訓詁學去選用嘅呢啲漢字咧，佢必須要係能夠可以咧暗示出呢個名相所包含嘅呢啲細微嘅意義。咁所以因此咧，佛家嘅名相咧唔能夠單單照字面去了解㗎。例如就係無漏呢個字咧，呢個名相咧，咁因為以下係涉及一個笑話嘅，因為無漏咧喺佛法裏邊就係代表咗斷除咗慾望同煩惱啊。但係好多時候呢啲名相冇辦法係單單係照呢個字面去理解嘅。否則的話咧，無漏咧，照字面咧嘅意思就係話咧冇漏出嚟啊嘛。咁但係其實真正無漏喺佛法嘅意思咧，就係斷除咗呢個煩惱同埋慾望。但係如果誤解咧，就會變成鬧笑話啦。因為唐朝當時有個真人就被稱為無漏師、無漏法師，就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從來都係唔會向人哋講，同其他人講佢嘅法號係咩，佢嘅名係乜嘢。人哋問佢叫咩名，佢從來都唔講㗎。咁所以就係咧，被稱佢為無漏啦。同埋佢亦都係從來都唔去廁所嘅。咁嘅意思就係話咧，從來好似冇人係見過佢去廁所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笑佢啦。哦，佢其實食咗嘢之後咧，就唔使去不漏啦，唔使漏翻出嚟，所以咧就會就係話佢淨係入冇出，係無漏嘅。咁所以因此就俾咗佢一個名做無漏啦。
가르 스스로 잠시 한땡도 사 대치 보면 뒤 난된 가르 이마데 딱 와야 돼 계시면서도 오망행해지 근육에 가사 지게지기 에네 지게에서 가라 지게지기 에네 다 로종 튼디마 유인 슬라우스 로종 튼디마 유인 제제 에네 로종 튼디마 亦都阿華有聽過有一個例子，咁喺西方嘅翻譯呢個修身七要嘅時候咧，就會將呢啲佢就揾呢個字典啦。有啲字識字唔識嘅時候，佢就會揾字典咧。當佢哋翻譯嘅時候，啲就呢個佢會再揾 yang 惡作 yang 呢個藏文字，咁佢就揾到呢個 yang 呢個藏文嘅字。yang 有個意思就係山谷啦。佢意思就係話啦，要將呢啲惡兆抌到去山谷裏邊，咁佢就係咁去理解，要將呢個惡兆抌到去呢一個山谷裏邊喎。咁呢個因咧就翻譯為呢個山谷啦，俾嗰啲佢哋。但係總之咧，翻譯嘅時候，呢個不受記錄嘅人咧，佢當然要好好咁掌握呢一個主譯，佢對於呢個經典嘅啲解釋。但係要自己都除咗要好小心記錄之外咧，佢都要集合其他聽眾、其他譯場裏邊嘅助手，成千上百嘅呢啲其他譯場上喺度做筆記嘅嗰啲佢哋嘅呢啲筆記啦，係作為參考㗎。咁之後最後咧，先至係能夠可以選擇咗適當嘅字眼嚟去翻譯呢個佛經嘅。徐先生来的到做团大个钱的徐大钱的多。别人下不赢呢，老边上街上不是啊的去。记录实际你需嘅打話除非拿落嚟啊，批不切嘅。然後呢啲佛經譯出嚟之後咧，仲需要係經過跟原文去做呢個校勘，先至能夠可以做定本。咁呢個校勘嘅工作係好認真嘅。咁好似佛陀羅佢係東晉元熙2年嗰陣時咧嘅6月，喺6月嘅時候就係翻譯完呢一個《華嚴經》，但係佢嘅校勘工作咧係要延續到去劉宋永初2年12月先至完成啊。咁總之咧係夾埋就係要用咗1年半嘅時間係做呢一個校勘，所以因此咧校勘嘅工作係用咗1年半啦。同埋更甚嘅就係鳩摩羅什，佢係喺呢一個後秦雲始4年，即係402年啦嘅時候咧，係翻譯出呢個叫禪經，係要去到6年之後嘅407年，公元407年，佢又係將呢部經咧再去檢校一番。佢係用咗
6年嘅時間再去做呢個檢校。咁佢就係要去咁樣同呢個原文去做校對檢校啦，係成件事情係非常之慎重嘅。點解要咁做咧？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為咗要係能夠去講經而去做嘅。譬如話真諦啊，佢係喺563年嘅時候咧，佢翻譯出阿毗達摩俱舍論。咁之後咧，佢嘅弟子咧，第2年佢就係要求佢咧係要重新翻譯過一次。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就係咧，就係因為佢啲弟子咧，當佢攞到咗呢一個當時嘅譯本，咁嘗試去講說嘅時候咧，咁就係遇到咗佢哋講唔通嘅一啲地方，咁所以佢哋就發現啦，之前嘅呢個譯本咧，有啲地方係翻譯得唔夠完善嘅，咁所以要係請求啊真諦咧，係再一次咧係做呢個校籌即係可以校對，要再做一次，咁啊就係為咗係避免咧，盡量避免呢一類嘅問題咯。之後咧，隋唐時代，咁就係唐朝，其實就係玄奘大師就係唐朝嘅人咯。咁呢個時候主要嘅方式就係專家研究集會嘅。咁呢個時候嘅譯場咧就只有得返20-30人嘅譯場啦。咁喺《續高真傳》咁呢度有一個部分就係有提到過去咧個內容就係復釋傅堯兩代翻經學士乃有3000，今大唐譯人不過20，有咁樣嘅一段。咁呢段嘅意思係講咩咧？就係到咗呢一個隋唐時代，中國當時再統一啦。咁喺之前呢，好多交通咧係有限制，但係道理上而家已經統一咗啦，應該就係好多交通限制都應該冇咗咯，應該係更方便。道理上應該係交通方便咗啦，應該會有更多人係會參加譯場，但係實際上呢，呢個時候譯場嘅人數呢並冇變多，而人數呢經常呢都係只係得20人左右。甚至我哋會話啦，呢個譯經上千卷嘅玄奘大師呢，佢翻譯咁多嘅經典，咁樣嘅一個玄奘大師嘅呢一個所領導嘅譯場呢，其實亦都唔例外，亦都係得20幾人嘅啫。咁點解呢？點解之前有咁多人呢？譯場喺隋咁，但係之前分裂嘅時代，點解譯場咁多人？但係點解而家隋唐時代應該可能會更多人啦？點解而家人數得返咁少呢？
유르샤베기 수르도 반복 동사 생겨. 준유 소리 망어 유르. 이나 콜라 사로 슝기 가자.甚至我哋可以做一個比較。啊，근데 민영은 로가 김생 가르사나. 다다慈恩传下。慈恩大师下。鳩摩羅什佢翻譯咗300卷，佢個助手有3000人。玄奘大師翻譯咗上千卷啦，但係咧佢嘅助手咧只有20個人。咁根據呢個慈恩傳亦都有記載，有兩件事咧係值得注意嘅。第一個就係咧，去到隋唐嘅時代，當時嘅譯場咧係會有呢一個守衛嘅，有設呢個保安。呢啲就唔係話咩私人嘅保安守衛，而係就係話係當時朝廷所派嘅守衛。所以翻譯嘅時候咧，係可以話係嚴禁有閒雜人等接近嘅，就唔再似好似以前過去嘅朝代咁樣咧，譯場咧係個個都可以入去嘅。第二個特點咧就係咧，助手咧只係有23人啦。咁呢個分工有唔同嘅就唔詳細講啦。咁呢啲助手咧並唔係隨便嘅人啦，全部咧都係來自全國各大寺院嘅嗰啲大德，而且都可以話係呢一個精英薈萃一堂啦。所以呢兩件事情咧，就係玄奘大師傳記裏邊有記載嘅。慈恩傳記載嘅呢兩個情況咧，就可以睇到當時嘅譯場同以前係有好大嘅差別。但係點解有呢個改變呢？首先我哋會睇到咧，隋朝以前嘅呢個譯場咧，係結合咗幾千幾百人一齊喺度做筆記。咁樣做有一個好，有啲係都係有好處嘅。咁樣做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當時通曉梵文嘅人係好少嘅，但係隨住之後咧，譯經事業咧嘅發展啦，大家對梵文嘅知識亦都慢慢多咗啦。咁所以漢地嘅人咧對梵文嘅嗰個知識亦都有提高，所以呢個方式咧，佢就係開始慢慢就冇咗佢嘅必要性。而且之後咧，呢種譯場其實有一個弊端啊，就係咁多人咧，成千上百人聚埋一齊嘅時候，個個都可以提問題。咁結果咧，呢個主譯咧，全部都要去一一去做答覆。咁但係咁多人嘅提問啦，嗰啲人咧，每個人嘅學識啊、見解啊，都係唔同嘅。大家嘅根氣、情況高低都係有所不同，所以大家提出嘅問題咧，都不一定係全部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再遇到嗰個主譯咧係唔識漢文嘅話咧，咁仲要喺咁嘅情況，咁你就係要靠傳語去做翻譯，
咁所以傳語嘅負擔工作咧就會好大啦。咁樣咧，亦都可以咧，亦都會因此咧就會嘥好多時間啦，係嘥咗喺一啲好無謂嘅爭論裏邊。咁更進一步咁講啦，我諗當時嘅譯場咧係變成咗大眾嘅集會，所以基本上嚟講啊，所有參與者咧，所有嚟參加嘅人咧，都係為咗要嚟聽聞佛法嘅。但係咧，難免亦都有一啲咧，我哋話係不肖之徒啊，會混雜其中。咁而且咧，通常呢啲譯場咧係由呢一個帝王咧係資助嘅。咁佢哋係會認為咧，譯場本身就係一種咧布施求福嘅善舉，令佢能夠增長福德。所以通常佢哋會供養所有在場嘅人。咁樣嘅話咧，就唔能夠保證聽眾裏邊咧冇一啲人咧係嚟趁機會咧，即係飲乜食啊，或者係搗亂啦。咁所以因此，《高僧傳》入邊有記載，有一位叫真印嘅高僧喺講經嘅時候咧，就被聽眾啊，可以話係嘲弄啦，借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問佢啲各種好奇怪嘅問題，咁令佢而係嘲弄佢啦。所以喺講經裏邊有一啲咁嘅記載，但係因為講經同譯經嘅方式差唔多，咁雖然譯經歷史裏邊咧就冇話見過有呢個嘲弄主譯嘅事情，但係呢個可能性咧唔係冇㗎。咁所以因為上述嘅原因咧，咁呢個好多人上千百位參與者嘅呢個好似演講會一樣嘅譯經方式咧，慢慢咧就被淘汰啦，慢慢就轉化為呢一個好似精選一啲助手出嚟安望嘅呢個方式啦。咁呢種精選助手嘅呢個方式，咁嗰啲精選助手係點樣選出嚟嘅咧？咁就喺東晉以後，東晉呢個時代之後咧，就有一個管理天下真理嘅官叫真正，後來亦都有一種叫真統、沙門統嘅呢啲咁嘅官位。咁又有提到天下，好似藏文裏邊叫做地上，藏文會形容為地上，即係話呢個地上所有嘅地方都聽我嘅指令。咁其實古代有時我哋叫天下，咁總之咧，呢啲管理天下嘅真理嘅官咧，叫做真正。後來啦，亦都有咧真統、沙門統等等真錄等等呢啲名稱啦。總之當時就會咧，呢啲翻譯嘅助手咧，就係由佢哋去嚟挑選嘅。能查到的不是？
而選拔嘅原則咧，就係要求有啲乜嘢咧？有乜要求咧？자기니 가르사나 찍디 난데 리베게 코라 시자 피좀 소비에 되지 코라 낭취를 배 장보여야 되는 게当然是낭취의 냠랭이 되는 게 되는 거 알았어你把它搞过是如路下的功夫知識有兩個部分，第一個咧就係佛學嘅修養必須具備，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儒學嘅專長，亦都係必須具備。所以換句話講啦，可以就係話出世間同埋世間嘅學問都係必須要具備嘅。舉個例子嚟講啦，唐朝初年嘅時候咧，有一個西域嚟嘅真人叫波婆嘅助手，佢嘅名字咧就叫慧義。因為咧佢係以文筆而著名嘅，而同埋佢對論嘅亦都好有研究嘅。咁所以佢被推舉為翻譯論部嘅筆首。咁亦都好似喺玄奘大師嘅助手裏邊咧，有一個工作叫正義。正義嘅工作咧，特別就係喺義理方面咧，要去做呢個校正。咁總之呢度有一位真人叫靈潤。總之呢位叫做靈潤嘅真人咧，佢未入譯場之前咧，佢本身已經係精通義理同埋善於講經嘅人啦。另外仲有一位助手，有一個叫做絕文嘅一個工作嘅。咁佢咧就係由呢位道宣呢位大師去負責。咁本身道宣呢位大師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呢個著作，包括呢個《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廣雲明集》等等，同埋佢自己本身亦都係一位律宗嘅呢位祖師，所以佢尊稱為呢個道宣律師啊。所以當時係負責呢個絕文嘅呢一個職責。咁另外仲有一個叫自學嘅呢個職責咧嘅助手咧，就係玄應。咁佢本身就係撰寫一切音義呢一部書嘅。佢對呢個文字嘅訓詁嘅呢個學說咧，即係佢哋嘅呢個學問咧，係非常之精通嘅。可以話佢係一個中國佛教歷史上邊咧最有名嘅一個文字訓詁嘅人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啊，參與嘅人數雖然少，但係佢哋每個人都有各自嘅專長，都係可以話係大師中嘅大師啊。咁所以譯場啦，呢啲譯場咧，自然就成為咗呢啲所有各大專家嘅集會之處啦。咁所以就跟前朝嘅呢啲成千上百嘅人聚集喺一齊，係好唔一樣噶。咁所以今日就大概講到呢度。咁希望啦，今年講嘅呢啲內容咧，對各位有一啲幫助。內容係有啲複雜，但係咧但係法王諗咧就係都一定係對大家有幫助。後面有好多，咁我就唔再多講啦。